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5月25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4节，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9节，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今日的主题是身躯。身躯就是一个啦但是却有济无共款的部位，有内脏，有腺体，或者是讲咱咧讲液体水圣经有2个圣经节真清楚咧讲到身躯，来形容人甲上帝的关系，形容人甲人的关系，这个架势。罗马书12章虽然提到身躯这个机体的经文真短，会当伫第12章的第4节、第5节看到，但是后续这的经文其实拢是咧譬如讲到教会，讲到同工，讲到兄弟姊妹中间的关系。今日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就非常清楚嘛，较完整讲到着身躯、机体的功能，以及同工中间的关系。身躯会通譬如做一个大的物件、大的团体，一个教会一个教派，甚至世界基督徒宗派的各种会联合咱来讲 WCC 这个细呢，嘛会当缩小到真细，比如讲一个团体、同工会、小会、小组，甚至基督教的家庭在讲到身躯的关系观念，会当讲到合一，当然嘛会当分彼此倒一种才会当互身躯真适当来运作呢？这是咱今日要来思考。大概咱用4个无共款的部分来想啦来讲身躯啦第一个想要讲的是用结合当然结合了后有伊一个目的。今日要较来讲的这个目的是较负面的。这有小可类似统一，但是还佫无啥共款，较毋是用人做这个统一的目标，是讲结合做伙了，要甲上帝对抗的这个讲法啦亲像创世纪中间所讲的巴别塔事件，因讲来咱来起一座城，城内底要有塔。悬入去到这个云通好来彰显咱家己的名，免得咱受分散到世界各所在。当然，上帝无允准安尼的代志啦所以因此，上帝将人的口音变乱，互人因为差异来分开。第二个角度，咱要来讲的是讲统一啦迄就是咧讲到无顾身体的差异强迫每一个无共款的机体称做相款的。一般来讲，这个就是所谓的齐头式的一种会平等好啦，也是种要求啦无有尊重，只有强制性就是讲武力的强势。当然，这种的作为，这种的教会，这种的组织，这种的政治体，是完全无符合圣经的教导，就是讲违背圣经的教示圣经的教示嘛违背上帝的旨意啦哥林多前书12章17节到19节的经文安尼讲啦
伊讲如果全身躯拢是目睭，怎样会当听呢？如果全身躯拢是耳孔，怎样会通鼻呢？但是上帝照家己诶旨，将遐无共款诶机体拢放伫人诶身躯顶。如果全身躯只有一个机体，哪会当叫做身躯呢？这个是咧表达着迄个差异性，你若甲统一起来呢，就违反着圣经诶教导。第三个就是分别啦，头前讲是统一啦，这个分别。分别的意思就是讲，伤过强调个体的差异，扩大迄个差异来强化迄个差异，到后来呢，就各自为政啦，捌听过有一寡教会同工安尼分享啦，讲某团契各定的代志牧师拢毋知，长老啊，是讲小会拢毋知啦，问了我才发现讲不得了呢，因为迄团契安怎讲人阮是独立的个体呢，是毋是人讲阮都拢大人啊，着个啥物代志拢要报告嘛？根据即个想法伫台湾拄发生的代志咱知影台湾即摆诶疫情较严重金门县的县长呢，伊就自作主张啦伊就发布一个叫做快筛令啦并且伊伫即个金门诶机场设立即个快筛站，迄个意思是讲，所有要去金门诶拢爱快筛啦negative 才当入去positive 就爱伫机场底下隔离安尼当然即个做法马上去互中央来甲伊斥责啦也是讲伊所做诶即个命令公布诶命令马上甲消除伊所用诶即个快筛站，就去互甲拆除但是对伊诶主张来讲，伊讲我是一县之长诶，符合台湾诶地方自治但是伊却忽略着讲伫防疫诶中间是无法度分彼此啦即个防疫诶特别法以及甲目前台湾所面对即个中共武汉病毒诶即个侵略，无有即种三级警戒即种全国统一标准诶命令来听入去。就是要来分裂的作为啦所以伫哥林多前书12章21节安尼讲，所以目睭袂当对手讲我无需要你金门的县长就是讲我无需要中央啦头嘛袂当对骹讲我用袂着你安尼我想这个伫现实的社会也是讲咱的世代真需要互咱来反省的代志。最后一个角度就是讲合一啦简单的讲就是讲伫义中求同，尊重每一个机体的特质，并且努力来合作伙做。听这个命令，这个命令的头就是咧讲的基督。使徒行传第2章，咱看到圣神降临了后，耶稣基督会使徒因得到这个圣神的恩赐，讲到别国的语言。这个方言开始讲了后，好那大咱倒转来伫创世纪11章，咱上头咧讲迄个统一语言，统一了后，要来甲上帝争了，上帝甲分开。咱透过圣神的工作，因搁一概用语言能力迄个恩赐来成做彼此沟通的这个桥梁，互因得到恩赐毋是重点，重点是借着这个恩赐来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这是重点。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伊讲真清楚嘛过来看12节到14节，安怎讲基督亲像一个身躯有济机体，虽然身体有济机体，到底还是搁一个身躯同一样，咱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还是做萝卜的，还是自由的
拢是共一个圣神的说，正做一个身躯，并且共款享受这个圣神。身躯毋是干那一个机体，是对济济的机体来组成的。所以咱会当看到迄个差异，迄目的是要互咱来彼此尊重、彼此接纳，毋是要来强调每一个人拢无共款来家己骄傲啦吼。经文接线咧讲，若准是骹讲，我毋是手，所以我无属伫身躯。我也毋是因为安尼，我无属身躯的一部分吼。若准是遐讲，我毋是目睭吼，所以我无属身躯。我嘛袂当因为安尼讲，就真正无属身躯安尼吼。信仰是真是一个合一的身躯，伫耶稣基督的下骹，咱彼此接纳。互相尊重，这是非常重要吼。若无安尼，就袂当做基督徒咧吼。相反，伫经文来讲，身体遐个比较软弱的肢体，就是咱所袂当欠缺的。伫咱的身躯顶遐个看起来无重要部分，嘛是咱特别爱去爱护的。遐个无啥好看的部分，嘛得爱特别的关心。遐个肌肉较水的，就无需要特别来搁较装它。上帝安尼安置咱身躯的大部分，将更较大的阳光呢，放伫遐无够水的肢体顶缘，互整个的身体袂滴到分裂，也无共款的肢体会当互相关怀。一个肢体受苦，所有就是伊做伙受苦；一个肢体受到荣耀，所有的就同齐快乐。恁就是基督的身躯，每一个人都是伊的肢体。咱若真正安尼做，才会当用神用人呐。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5月2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到34节，创世纪11章第1到第9节。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身体。身体虽然就是一个，可是它却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部位，有内脏，有腺体，甚至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液体。圣经有2处的经文非常清楚的讲到身体，用来形容人跟上帝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罗马书第12章虽然提到了肢体的经文很短，在第4节、第5节，但是在后续的经文里面谈到教会、同工、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这是非常清楚的提到身体、肢体的功能以及同工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身体比喻其实可以扩大比如扩大到一个教会来形容教会，也可以说是像一个教派甚至世界的基督宗教的各宗派之联合我们称为 WCC 但是也可以缩小比如说小到像一个团契啦小到像一个同工会小到像一个小会长老或是说基督徒的家庭可以是合一的，也可以说是有些人强调分彼此那么我们其实要思考是说，哪一种能够使身体适切的运作，是分呢还是合？今天从4个角度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身体的概念。第一，当然是讲结合了那这个结合跟一般的合一有点不太一样也不是在讲统一。那这个地方是讲说目标不是人质的统一，而是一种结合之后要对抗上帝的主权这个是比较有问题的如同创世纪的经文里面讲的巴别塔事件
经文这样记载说，他们说呢，来吧，我们来建造一座城，城里要有塔，然后呢，高入云霄，好来显扬我们自己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上帝当然是不允许吧，因此上帝将人的口音变乱，使人们因为差异而分开。所以那种结合其实是有目的的啦，打击次要敌人，主要敌人结合次要敌人这样子哈。那第二个角度就是统一啦哈，这一种其实就是完全不顾身体肢体的那种差异哈，强迫每一个不同的肢体都成为相同的，好，听好哈。把不同的肢体都成为相同，这个叫统一啊。一般来说，就是所谓的齐头式的，把头削掉，大家都一样高了哈。没有尊重没有强制即所谓的它只有强制了哈，其实就是所谓用武力的强势去统一人家这样哈。那你也知道我在讲哪一个国家了哈。当然，这种作为呢，教会组织或是所谓的政治体，其实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也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哥林多前书12章17节到19节，经文是这样说道：他说，如果全身都是眼睛，怎么能听呢？如果全身是耳朵，怎么能嗅呢？然而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把那些不同的肢体都安置在人的身体上。如果全身体都是一个肢体，怎么能够算是身体呢？这个非常清楚啊，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清楚。第三个呢，我们要讲的是分别，就是说太过于强调所谓的个别差异，扩大差异，强化差异，到后来呢就各自为政。曾经听有一些教会的同工这样子说，还有某某团契决定事情之后都不让牧师知道，也没有跟长老讲小会也都不知道然后呢就去问了之后呢，就发现哎呦不得了，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他说哎呦，我们是独立的团契啊，我们是独立的个体啊甚至有人就这样子揶揄的说，哎呦，我们的成人呢还需要报告，什么事情都要报告这个其实是很有问题的了就在这2天发生的事情，金门县的县长呢因为台湾的这个疫情比较严重了，他就独自擅自的宣布快筛令在金门县那他就下令在金门航空站，就是机场呢设立快筛站，结果呢马上就被中央防疫中心呢解除了他的快筛令，然后这个快筛站也被拆除了他就很生气了他当然他主张的就是所谓我是一县之长符合台湾的这个地方自治可是他忽略了防疫其实是一个特别的事情，我们讲说无形的战争那目前面对中共武汉病毒之侵略呢就台湾的防疫法里面呢，真的是要把3级警戒这种统一标准呢，这个命令听进去了不然的话就变成想要分裂的作为像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2章21节所说的，所以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就好像金门县长对这个中央防疫中心说我不需要你，我自己来那个感觉第4个角度是合一简单的说就是异中求同，尊重每一个肢体的特质，并且一起合作，而且呢听命于一个头的命令，这个头当然就是基督咯。
使徒行传第2章，我们看到圣灵降临之后，耶稣基督的使徒们得到了圣灵的恩赐，就讲起了这个别国的方言了哈。这个带我们回到前面说的这个创世纪11章哈，语言统一一样哈。虽然被分散了，可是现在呢，因为圣灵的恩膏，让他们会说方言，就可以跟不同语言的人来对话。这个很有趣了哈。恩赐其实不是重点，说话的恩赐不是重点，最重要的重点是透过这个恩赐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看从这个12到14节，我们来看，他说，基督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虽然身体有许多肢体，到底还是一个身体。同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隶的或自由的，都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呢，共享这一位圣灵。身体不只有一个肢体，是由许多肢体构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差异，那看到差异的目的是为了要彼此尊重，彼此接纳，而不是强调每个人的不同来自我骄傲。那经文接续的说，如果脚说我不是手，我也不属于身体，那它不会因此就不属于身体的一部分啦，对不对？那如果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不属于身体，它也不能因此就真的不属于身体的一部分嘛。那其实信仰的实践是一个合一的身体，在耶稣基督这个头之下，我们不但要彼此接纳，我们更要互相尊重。最后我在读22节，就哥林多前书12章22到27节，保罗这样对哥林多教会说，相反的，身体那一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我们不能缺少的。在我们的身体上，那些看起来不太重要的部分，却是我们所特别爱护的。那些不太好看的部分，尤其为我们所关注那些比较美观的部分，就不需要特别加以装饰。上帝这样安置我们身体各部分，把更大的光荣分给那些比较不美观的肢体，好让整个身体不至于分裂，各不同肢体能互相关怀。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也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身体也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而每一个人都是肢体。如果基督徒能够这样的做到，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容神一人。